Hello，大家好，我係 Charlotte，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而家係夜晚嘅11點21啦，就好適合講一啲稀奇古怪帶有玄學色彩嘅嘢嘅。咁今日嚟講嘅呢，就係2062預言啦。喺2010年11月14號，日本 2CH 論壇上出現咗一位鋪主，佢自稱係嚟自2062年嘅未來人。咁佢最犀利嘅地方呢，係較為精準咁去預言出3個日本地震嘅，分別係2011年嘅311日本地震、2016年4月份嘅熊本大地震，同埋2016年嘅茨城縣地震嘅。咁我哋今日就嚟睇一睇佢嘅一啲精彩精華部分啦。咁我就篩選咗85條嘅，同 KFK 一樣啦，我係會將一啲有承接嘅問題啦，係會歸類喺身嘅，但係咧我挖掘出嚟嘅資料咧就唔係話特別地多，主要都係一啲有問題但係冇回答，又或者係有回答但係冇問題嘅一啲貼。咁呢啲貼咧我都係採取刪除嘅。仲有一啲就係佢出現咗一啲人名啊、團體名啊，我係完全唔知道呢啲係咩嚟嘅。咁呢一類嘅問題我都刪除咗。仲有就係關於一啲甲殼蟲嘅爬蟲類動物嘅。咁因為我揾唔到 original 嘅問題係乜嘢嘢，咁所以我都刪除呢一類嘅問題。咁剩翻落嚟咧，呢85條預言呢，就係我個人認為較為精華嘅一啲預言部分啦。咁當然啦，我亦都會將2010年、2013年同埋2016年呢3年嘅時間去分開嚟去講嘅，因為係日本人未來人啦，咁所以大家呢會睇到有唔少問題都係問關於日本嘅。咁我哋不妨以日本人嘅角度或者日本社會嘅角度去睇一啲問題啦。有啲翻譯呢就唔係話特別地通暢嘅，咁希望大家將就啦。好，我哋而家即刻開始。第一題，你係日本人定係其他國家人呢？答：日本人。第二題，有新時空理論嘅發現嗎？答：都係現階段嘅理論。第三題，你嘅時光機可以飛幾耐呢？你能夠被允許時光旅行幾耐呢？答：你應該放棄飛行嘅概念，呢個同極限同埋壽命有關，無限制嘅，但係取決於約束同埋時機。第四題，你嘅年代可以使用其他行星資源嗎？答：可以。第五題，是否已經實現咗對火星嘅載人探索？你能輕鬆地到達其他星球嗎？答：已經到達火星，星球已經共存。咁喺呢一個問題上呢，中國同埋日本呢都好中意問火星嘅問題，可能係因為 Elon Musk 嘅呢個火星移民理論啦，受到唔少人嘅呢啲關注嘅。但問題係2010年係咪已經有火星移民嘅呢個理論喺度呢？如果冇嘅話，咁點解佢日本人會咁中意去問呢一個火星嘅問題呢？而且日本人對於火星嘅問題呢，佢哋係問咗唔少次嘅，咁所以我會有啲好奇咯。如果係有日本嘅對於呢方面有比較了解嘅日本嘅觀眾嘅話，可以喺我嘅視頻留言區嗰度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第六題，是否發現新嘅主要類人猿？答：沒有，但是發現了很多更可怕的生物從海洋中。第七題，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起源是來自於太空嗎？是否已經有太空殖民地？太空殖民地裏能自給自足嗎？答：是的，有的，沒有自給自足。第八題，是否存在阿卡西紀錄？答：業力是100%的事。有啲翹口呢個答案。第九題，未來的火箭是否超越咗星系？答：我已經搬到嗰顆星了。第十題，火箭的速度接近光速嗎？答：2062年已經超越，佢係光速嘅1000倍，
而且正在製造超越1萬倍的。第11題，2010年嘅青年同埋60年代嘅相比有啲乜嘢區別呢？答：缺少勤奮。第12題，東京嘅風景比而家仲靚嗎？答：東京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城市，地面城市、空中城市、地下城市，每一個都好繁榮。第13題，請告訴我具體的地下城市信息。答：高層建築排成一行，線性建築也在運行，它與地上城市沒什麼不同，有800萬居民。唔知你哋或者你哋嘅下一代有冇機會成為地下居民嘅幸運兒呢？都有啲期待嘅。咩叫做地下城市？會唔會就真係地底人呢？唔知呢。第14題，東亞國家會繼續存在嗎？扭曲歷史、文化、本源等各類問題還存在嗎？答：2011年可以確認的所有問題已經解決，但是並沒有消失。第15題，日本動畫仍然存在嗎？答：日本仍然是世界動畫中心。第16題，預期壽命變化咗嗎？日本的男女壽命是多少？壽命如果改變咗，能源可唔可以解決呢？答：延長咗。女性102歲，男性93歲，99% 嘅能源來自於衛星。咁都其實延長咗好多喎，因為而家係冇記錯係80幾歲嘅啫嘛。咁即係話已經延長咗，即係女性方面延長咗將近20歲嘅壽命，咁都好誇張咯，我都覺得。第17題，答：已經消除。但係俄羅斯嘅情緒好高漲。第18題，2062年世界仍然係以美國為中心嗎？答：地上世界是的。咦，咁如果我係網友嘅話呢，我會繼續問落去咯。咁你所講嘅地下城市呢？地下世界呢？空中世界呢？咁又係以邊一個國家為中心呢？我都有啲興趣想知道，不過我揾唔到，可能有人會問，但係我揾唔到連續落去嘅問題同埋答案咯。第19題，資本主義還有嗎？你的年代公認的體系是什麼呢？答：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並沒有崩潰，但係遇到一啲危機，而且危機唔會嚟得太晚。第20題，我哋而家嘅小學6年、中學3年、高中3年，呢一個系統有冇變化呢？答：冇。第21題，2010年至2062年，日本有幾多次政權交替？答：具體幾多我唔記得咗啦，但我個人認為只有2次。第22題，東京名古屋大阪係咪通過咗線性汽車相連呢？答：整個國家都已經通過咗。第23題，天皇制度仍然是男性嗎？ GDP 嘅概念仲有冇呢？喺你嘅年代，日本排名幾多呢？其實呢3個問題呢，當然啦係分開3個貼啦。但係呢，如果我係日本人呢，我都會問嘅，我都有啲感興趣嘅。答：繼續男性血統，有的，世界第3。第24題，朝鮮同埋韓國有發生什麼事情嗎？日本周圍有發生重大變化嗎？你的年代還有音樂家、鋼琴家、鼓手嗎？答：韓國同埋朝鮮已經不存在，印度係改變呢個世界嘅國家，周邊又成為過中國嘅自治區，但係而家係俄羅斯嘅。我對鋼琴、鼓手都冇咩興趣，所以唔熟悉，無法回答。咁係咪即係話朝鮮同埋韓國都俾印度吞咗？係咪咁樣去理解啊？我
唔係好理解佢嘅呢個答帖，但係翻譯就係咁樣樣去，即係按照字面翻譯就係咁樣樣去翻譯咯。我個人覺得佢答得真係好模糊，好似講古仔咁樣樣咯。你話如果真係吞嘅話，仲有兩個國家喎，有乜可能？而家都2025年啦，咁有乜可能喺呢40年之內會發生到呢？我覺得係即係冇話冇可能發生，但係就概率係低啲咯。仲要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兩個國家嘅實力㗎嘛，係咪先？咁同埋印度相比，咁你覺得有咁樣樣嘅概率咩？我個人覺得概率唔大咯，仲要可以講係話比較低啲咯。OK，第25題，高等教育是否僅在大學進行？答：課程的改變是根據個體的智力制定的。咁佢其實答得同而家差唔多啫喎，講真嗰句。第26題，日本還有美軍基地嗎？答：有的，僅限橫須賀。第27題，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什麼不同嗎？答：打招呼的時候並沒有親吻。我記得2010年日本是有親吻的，是吧？我覺得呢個問題實在太有趣啦！點解會突然間問呢一種問題，同埋點解會咁樣嘅回答嘅？OK，咁接落嚟嘅28同埋29題呢，就大家可以暫停睇一睇，我就唔讀出嚟啦。第30題，咁你嘅年代印度總人口係幾多呢？印度反日嗎？答：55億。不，只有俄羅斯。第31題，美國同埋日本嘅關係有變化嗎？答：和你現在的一樣。第32題，未來嘅日本有傑出嘅政治領袖嗎？答：有。第33題，SDF 即係日本陸軍，係咪有可能擁有一艘航空母艦？答：目前有120艘，大約有50個空心主板，呢啲都係粗略數字。第34題，足球王國千葉縣喺2062年之前保持不變嗎？答：每年不同。2062年最突出嘅係宮崎縣。唔知有冇日本朋友講一講而家係咪千葉縣係最勁嘅足球啦？我記得上一次世界盃呢係有introduce 過嘅，係有千葉縣嘅，亦都有宮崎縣嘅。仲有另外一個我唔記得咗啦，top three 嘅，但係我真係邊一個最 top 我就唔記得咗啦。第35題，2010年之後，工作和工作方式有改變嗎？答：大多數人在家工作，這主要取決於業務類型。我覺得呢個問題呢問係問得好好嘅，但係答呢就真係答得好差咯。點解會咁講呢？咁都係取決於業務類型㗎啦。咁有啲業務類型其實喺辦公室又好，喺屋企都好，都可以做到㗎。譬如話係剪片啦，呢啲都可以喺屋企做到㗎。咁我相信2010年嘅時候，關於一啲電腦方面嘅嘢，其實我認識嘅人都嗰陣時候都已經係在家工作、宅家工作都有㗎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答得比較差啲咯。好，第36題，除了福島核事故，還有其他類似的事發生嗎？答：非常不幸，有的。37題，富士山有爆發嗎？答：沒有。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看到了煙霧上升的消息。我個人嘅睇法呢，就係有少少唔太可信。點解呢？因為富士山呢係一座活火山，呢一點眾所周知㗎啦。咁佢嘅能量已經係儲到，即根據日本嘅科學家講啦，佢嘅能量已經接近臨界點㗎啦。咁喺啲未來嘅40年入邊，佢都冇爆發，又或者係佢甚至乎少少都冇漏到出嚟。正如佢所講啦，已經有煙霧上升啦，咁即係其實已經係臨界點㗎咯喎，咁都仲未爆發，點解呢？
不過當然啦，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咁所以都係我個人嘅睇法嚟嘅啫。如果係有啲咩唔認同嘅話，請大家留言啦。第38題，你能用一句説話説未來的場景嗎？答：一句説話説不清楚，這是一個外星人和人類混雜在一起的世界。我個人覺得呢，我係相信嘅。我甚至乎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呢，係真係混雜住外星人啊、蜥蜴人啊咁樣樣嘅。咁啊，未來啦，如果有機會有時間，我都會做一啲蜥蜴人方面嘅視頻啦。好，下一題，第39題，明天橫濱天氣如何？答：我不記得2010年11月15日橫濱嘅天氣。我覺得呢題真係非常之有技巧，因為佢可以問到底你係唔係未來人，定因為係惡搞嘅人。咁但係呢，佢都答得好有技巧喎。咁我係唔記得啊嘛，我點鬼記得40年前嘅某一日發生咩事啫？係咪先？接落嚟嘅呢個問題呢，就比較偏向專屬於男性嘅問題啦，亦都只有日本人先至會諗得出嚟嘅問題。第40題，AV 產業有乜嘢新發展？答：你唔會對紙張錄製嘅視頻同埋 live 感到滿意，會有其他形式嘅豐富嘅娛樂。咁啊，有啲咩豐富嘅娛樂可以豐富得過 AV 呢？我都有啲感興趣，有啲期待嘅嚇。雖然我係女嘅，但係唔代表女人唔睇噶嘛。第41題，浪漫、時尚等呢一啲元素有啲乜嘢唔同？答：時尚有好多，長期存在嘅牛仔褲都會被出售。對於年輕人而言，特殊材料適合成個身子，管子連接到整個身體並發出各種顏色的光。其實你覺得個答呢唔係話咁即係好棘口啊！真係讀到，但係其實呢個就真係直接嘅翻譯嚟嘅，真係我都唔知佢嘅原意到底係有刪減又或者有添加到啲乜嘢，反正佢讀出嚟就係咁樣樣，即係佢翻譯出嚟就係咁樣樣。咁啊，大家酌情去理解咯。呢個就42題，你翻嚟嘅目的係乜嘢？點解會知道 ECH？答：秘密調查過去分析過嘅數據庫。第43題，是否有進行心理發展訓練嘅時期？答：冇，但係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對話夥伴嘅想法。咁其實係咪即係話讀心術呢？第44題，人口下降了嗎？會係因為出生率下降同埋晚婚嗎？定抑或係因為戰爭同埋疾病呢？答：緩慢下降，不作評論。我覺得有啲怪，佢唔作評論係因為佢唔知啊，定抑或係佢唔可以踩線呢？I don't know, I don't know。第45題，汽車嘅合法速度係幾多呢？答：自動駕駛線路上係180。第46題，2062年男女地位有變化嗎？答：有嘅，女性主義盛行嘅地區唔少，但亦都有地區係存在非法嫁俾2到5個人。第47題，中東、非洲同埋拉丁美洲嘅經濟發展點樣呢？答：比2010年稍微進步一啲。我覺得呢個都問得有啲驚喜啦。對於我嚟講，真係問得有啲驚喜嘅係因為基本上即係好似 KFK 咁樣樣啦，大家圍繞嘅都係我哋同埋我哋身邊嘅嘢去問。突然之間彈出個拉丁美洲出嚟，咁都幾有眼前一亮嘅 feel 咯，亦都有可能咧係提問嘅呢個人咧係喺巴西嘅日本人都未定。第48題，戰爭是否影響了11男性對4女性的人口比例？答：20年時間你就會知道了。
我唔知道佢11男對4女嘅呢個比例係點樣得出嚟嘅。咁根據我嘅呢個 search 啦，喺2010年日本社會係每100位女性對101.5位男性嘅。咁所以我對呢一個問題係有少少保留嘅。好，下一題49題，你的年代飲食文化是如何呢？答：飯、黃豆、土豆。第50題，新食物烹飪或者缺少乜嘢食物呢？答：有礦石菜、蝦同埋螃蟹。第51題，你是否用無線通訊和將來的任何網進行通訊嗎？還是說你帶着自己的身體來到這個世界？答：身體快到了，我不會說通訊的方式和通訊位置。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呢係問得幾好嘅，但係呢，佢答呢我就有少少保留啦，因為身體點樣去穿越呢？我記翻之前周星馳嘅《上海灘賭聖》啦，喺結尾嘅時候，咪周星馳係想將鞏俐帶翻去未來嘅，但係呢，另外一個第二功能嘅人呢，咪話唔得啊！佢係30年代嘅人，你帶唔到佢翻去90年代㗎，因為佢老㗎啦。咁同樣嘅呢個道理啦，你喺呢個時間點出生嘅，就係喺呢個時間點嘅人；喺將來嘅時間點出生嘅，就係將來時間點嘅人。咁你身體點樣去穿越呢？係咪先？你冇話過去穿越到未來啦，未來穿越翻過去，其實都係同樣嘅一個道理嚟㗎嘛。所以我比較 buy 嘅就係 KFK 所講嘅係意識去穿梭，而唔係肉體去穿梭嘅。咁當然啦，我亦都唔係呢方面專家，咁佢係咁樣講，我就咁樣去答，即係咁樣去截取出嚟嘅啫。但係大家都比較 buy 嘅係邊一邊呢？我希望聽到大家嘅一啲睇法啦。第52題，未來的身形是否有很大變化？答：很難判斷是否有變化。我認為身高自2010年以來是有所增加的。53題，人類未來可以被操控嗎？例如不讓他呼吸，給他溫暖。答：在50米以內，所有的對話都會被聽到。即係好似頭先嗰題所講嘅心理發展訓練嗰題，佢嘅答我嘅理解都係咪真係傳心術啊？咁如果係咁嘅話，應該佢嘅意思就係未來有傳心術嘅呢項特異功能發現咗出嚟。第54題，我個人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嘅。既然你都回到過去了，那未來你能穿越多遠？既然2062年你已經可以回到過去，那是不是更遠的未來能到你的時代？即係首先點講呢？我覺得如果係我嘅話呢，我可能都想問出類似咁樣嘅問題，因為你嘅穿越時空，你到底係可以穿越翻過去幾耐度呢？同埋可以穿越未來幾耐度呢？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真係問得好，睇下佢點答。答：2062年的技術並不意味可以穿越到未來，涉及2062年的所有技術。自從2040年未來的技術傳入之後，一切都發生變化。咁其實呢，就後半段嘅答帖呢，我唔係話十分地理解嘅。咁前半段呢，就係佢就話喺未來嘅技術雖然可以穿越到過去，但係未必係可以穿越得到未來嘅。咁即係話只能夠係可以穿越翻歷史，只能夠係去翻過去。咁未來嘅話呢，就係睇唔到嘅。我記得好似 KFK 預言入邊都有一條類似嘅，好似係咪？我之後再睇翻 KFK 預言先。我記得好似有一條係類似咁樣嘅回答嘅。咁下半部分啦，自從2040年未來的技術傳入之後，一切都發生變化。我唔知佢嘅技術係從
咩地方或者咩手段去傳入。同埋2040年點解佢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咁顛覆嘅一個年代？即係畢竟距離2040年而家都係得返14、14、15年啫嘛。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啲好奇，佢呢個答係一個點樣嘅答？係一個咩意思？但係可惜嘅係咧，我之後咧就揾唔到類似呢一種呢一個連接性嘅提問咯。好，下一題55題，是否可能發明空中飛行裝置？答：已經開發了可以使用個人飛行嘅裝置，但是方向是固定的，尚不能自由飛行。第56題，阿斯伯格綜合症、注意力缺陷多動症、學習障礙等發育障礙治療方法是什麼？問得出呢種問題嘅，我覺得有一定概率會係父母身份。唔知係咪呢？即係我第一個反應係咁樣咯。答：如果沒有記錯，2040年代確立治療方案，血液控制一切。我覺得呢就有啲類似，真係類似日本人嘅答法咯。因為日本人係好中意研究血型啊呢啲噶嘛，即係咩 A 型又有啲咩性格啊咁之類咁噶嘛。咁幾日本人答法咯。如果你問我血液可唔可以控制一切，我覺得而家嘅生物嚟講呢，真係不好説。雖然雖然真係有咁樣嘅可能，但我覺得控制一切會唔會誇張咗啲呢？第57題，眼科領域發展是什麼？有隱形眼鏡和普通眼鏡嗎？答：如果沒有記錯，2030年代有眼球技術，沒有眼鏡或者隱形眼鏡。好得意喎！我覺得問得都好得意喎。有啲驚喜咯。第58題，生命科學如何發展？答：克隆存在且克隆人被製造了。其實我覺得呢，唔完全話貼中嘅，因為而家都存在克隆技術啦。即係唔知呢個技術而家係發展到一個咩地步，但係克隆人嘅話係道德上咧係仲係未被允許嘅。唔知道大家點樣去睇啦？我覺得生命科學唔單止係克隆呢一個問題吧，你生命科學其實仲有好多嘢係關於呢一個範疇，譬如話咩 cancer 啊、愛滋病啊呢啲，伊波拉啊呢啲，其實都同生命科學有關，即係點樣樣去攻克一啲病毒啊，一啲難以治療嘅疾病啊，都係生命科學嘅一個範疇。我個人覺得係咁樣樣咯，即係完全唔係話純粹係醫學㗎咯。唔知大家點樣樣睇咧？即係我個人係咁樣認為。第59題，未來人的價值觀是什麼？具體説説。答：我認為和2010年的沒有太大區別，各有不同。第60題，機器人有發生暴動嗎？答：沒有。如果大家相信嘅話呢，咁即係其實未來嘅呢個幾十年時間內呢，都係比較放心俾機械人去發展。但問題係到咗佢哋嘅60年代係冇暴動啫。咁再更遙遠啲嘅未來呢，會唔會呢？第61題，基督教崩塌了嗎？答：仍然存在。好難崩塌吧？因為首先佢有歷史基礎，第二佢全世界嘅信徒都比較多，咁你要信徒一下子改變佢哋嘅宗教信仰嘅話，真係好難咯。第62題，通靈有嗎？在你的年代，通靈是能力還是技術？答：並不允許舉行，是技術。通靈呢樣嘢呢，我記得呢喺日本嘅文化中呢，都算係比較
普通咯，普遍咯，即係當然啦。好多都係後尾都係被證實係神棍嚟嘅，但係就即係唔會成個社會唔拒絕呢種方式咯，即係呢種能力咯，唔拒絕咯。我唔明點解將來會話不允許被舉行，係因為證實咗某啲嘢係唔應該廣泛傳播啊，定抑或係涉及到某啲背後組織呢？即係 anyway 啦，我唔明點解佢話會有咁樣嘅一個結果喺度。第63題，輪迴被澄清或者證實嗎？你說的通靈不允許是因為特殊技術嗎？答：不和宗教談話，我不能說得太深。研究歷史總是會發現一個神秘的東西，散佈在2011年的通靈者都是遊客。好似答咗等於冇答。佢話唔可以講得太深，唔可以同宗教談話。咁前面嗰題基督教嗰題，咁你又答到，好虛咯，好似覺得有。好，64題係好多好多好多人問嘅，無論 KFK 定抑或係2062都係好多好多人問。第三次世界大戰打咗未？如果打咗，日本還在嗎？答：早打了，在，但是處於危險邊緣。即係其實都係認為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好啦，咁啊65題呢係承接翻64題嘅，亦都係好多人問嘅。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日關係，中日有過軍事衝突嗎？答：有，初期階段，但是大家很快和平。美國和日本有過戰鬥，但印度將受到壓制。咁其實我就唔評論太多政治嘢啦，但係呢，佢上半句嘅講嘅大家很快和平呢，過往呢都係㗎啦，即係嗌下交咁樣樣，跟住就好快和平。其實過往都係即係當然啦，你嘅快可能係幾個月，甚至乎可能係一年幾咁樣樣，但係喺歷史長河入邊呢一種時間嘅衝突時間都算係快脆㗎啦嘛，快脆和平㗎啦嘛。咁啊，但係後半句呢，有個戰鬥啊，同埋受到壓制啊，呢啲我唔係話讀得十分地懂，亦都唔係話太理解。我唔係話唔理解佢哋嘅呢個答法啊，而係我唔理解到佢哋嘅有呢個行為。OK，下一題66題，亦都係好多好多人問，點解我唔將佢哋即係唔將呢種問題 group 埋一齊咧？因為實在冇地方放啊，實在係太多人問啦。好，66題，有使用生化武器嗎？是日本使用嗎？是在日本使用嗎？什麼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答：有使用生化武器，不是日本使用，不在日本使用，一切歸功於兩個亞洲國家。OK，咁以上嘅66題呢，都係2010年至2011年2062回答嘅問題嘅精選。咁自此之後呢，佢就消失咗一段時間啦。咁啊，以下呢，就係2013年佢翻嚟咗一段好少好少嘅時間，咁佢嘅一啲答帖嚟嘅。第67題，以後日本會有很多混血嗎？答：中日、中印、日俄，中朝非常少。第68題，未來嘅編程語言。答：2062沒有編程語言，這是個歷史詞彙。2062有一種稱為 HHHIC98 的人工智能，你可以操縱佢並且立即創建任何。它可以說話，因為它有感情，但是也很麻煩。我並唔係話翻譯少咗，而係佢真係咁樣答。你可以操縱它並立即創建任何，係任何編程語言啦。
任何代碼定話係任何一定係其他嘢呢？我唔知道，反正佢就咁樣樣回答。另外就係、之前 Google 咧有個工程師咪出嚟講咗話，佢哋嘅人工智能咧已經係懷疑佢哋創造出嚟嘅人工智能咧係已經有感情嘅。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咧係，即係有呢種結果，距離係唔遠嘅咯，距離而家唔遠嘅啦，真係。當然啦，佢嘅感情會唔會話好似人類咁複雜咧？呢個就有待去考究咯。第69題，陰謀論的部分都正確的嗎？答：截止到2013年，90% 的陰謀論都是被誤解的。其實我覺得陰謀論就係好多都係都市傳說，真係以訛傳訛講出嚟嘅啫。同埋有一啲陰謀論其實真係我都覺得係有啲扯淡咯。你真係你當都市傳說咁樣去睇就 OK 啦。第70題，2062年有乜嘢係唔可以食嘅？答：酒精、海鮮，係咪因為核輻射？第71題，你對過去的信息技術遺產同埋工業遺產嘅諗法係咩呢？答：高價值交易對象。關於特定產品嘅說法不多，但是那些涉及喬布斯的，還有懷舊計算機等都是有價值的古董，作為物體存在。即係其實佢講嘅就係 Apple 嘅呢一種產業啦，同埋懷舊計算機啊，即係 software 啊、Dell 啊嗰啲初代嘅嗰啲電腦係咪咁樣嘅意思呢？咁我又好想問，按照佢以後咁樣嘅講法咧，冇 PC 咁點樣去同人工智能溝通咧？即係完全就係 iPad 同埋手機，唔知咧。第72題，量子力學解釋世界正確嗎？世界是否發生轉移？流離失所的世界是否與當今世界有關？哇！呢條題真係呢種問題出奇地好多人問喎，即係無論係量子力學啦，定抑或係流失世界啦，流離失所的世界啦，我唔明點解會咁多日本人去問呢？OK，答：我無法回答，因為我被關注如此危及生命的重要事情。我只能說2013年的各種理論與我所在的2062年有很大的不同。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係話2062年，即係或者係60年代又好啦，或者點話佢講嘅40年代傳入技術之後都好啦。咁係咪即係話未來嘅10幾年呢？我哋仲係被牛頓啊、愛因斯坦啊呢啲物理界嘅物理嘅經典理論去支配住世界，但係到咗佢哋嘅嗰個年代呢，即物理嘅所有知識呢，係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呢？會唔會係咁樣嘅意思呢？如果係嘅話，點解要危及生命呢？你如果係一個真係一個理論或者一個科學範疇嘅一個發展到係咁如此天翻地覆嘅話，咁其實所有人都知道㗎咯喎。咁有咩危及生命呢？係咪先？所以我個人認為呢，我係佢講得咁神秘，我反而就唔係咁相信咯。好衰。第73題，亞特蘭提斯是否存在？答：當然存在，但是和現在所說的不一樣。它最初不是由人類建造的。呢一個問題呢，其實中國同埋日本都有問到嘅。咁可能係因為大家睇嘅呢個未解之謎嘅書啦，好多都有提到亞特蘭提斯呢一個地方嘅。如果喺我嘅角度嚟講咧，我係比較偏相信係人類。首先我相信佢係存在先嘅。第二點就係我比較偏相信係人類去建造嘅，但只不過唔係呢一個generation。I mean，因為
我哋係第五代人類文明啊嘛，據科學家所講，所猜測我哋係第五代人類文明。咁我認為佢係上一代嘅人類文明所建造出嚟嘅。唔知大家有冇其他睇法啦？咁就係希望大家留言啦。下一題74題，時間機器是什麼樣子的？答：時間機器並不複雜，它可以是變形的圖像，但又完全不同。75題，宇宙是充滿等離子體嗎？答：在這個級別上，它被視為禁忌，我不能說。我其實有啲疑問，點解會係禁忌嘅？唔通過唔到審？我唔知道係將來發生過啲乜嘢事，令到等離子體呢幾個字，又或者等離子體宇宙係被視為禁忌咯。可能喺現今嘅呢個物理世界，其實可能都會稍微解釋得到㗎啦。咁如果有物理生嘅話呢，可以稍微講一講啊，或者用你哋認為嘅一啲最淺白嘅語言去解釋一下。好，我哋繼續睇下一個問題。76題，有什麼冥想的方法嗎？答：截止到2062年，有386種冥想方法，但是流行的只有2種，就係深海同埋大氣冥想。講到深海，你哋發現咗總長80米嘅劇毒深海生物嗎？我覺得好恐怖，佢咁樣講。首先我唔知道我哋而家發現咗未，咁但係到目前我 search 到嘅資料呢係未有嘅。80米嘅生物係有，但係80米嘅劇毒深海生物呢係未有嘅。但係當然啦，唔排除係科學家驚引起恐慌，冇講到出嚟啦。Anyway 啦，我唔知道，不過佢咁樣講呢，我覺得好恐怖咯。第77題，邊一啲動漫流行呢？答：各不相同，主要區別在於你無需閱讀。78題，311之後，遠離核電站的地方，巨型的太陽能、風能、地熱都已經受到關注，並且制定各種計劃。將來日本何時會審查呢一啲技術呢？答：我感受到熱情。我知道2013年的你哋是創新時代。簡而言之，例如引入商業太陽能發電系統嘅個人同埋公司，將在未來過上輕鬆的生活。2062年已經存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嘅機制。說到這，我可能會因為被監視而有些不舒服，但是事實。技術創新仍然需要一段時間。我覺得好似前後有啲唔係好答，但係佢嘅回答就係咁樣樣。好啦，咁以上嘅呢，就係佢喺2013年嘅一啲預言貼啦。佢預言完之後呢，又突然之間消失咗啦。咁直到2016年之後呢，佢又翻嚟。咁以下呢，就係2016年佢嘅一啲預言貼嚟嘅。第79題，好似天照啊、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呢啲神係咪真係存在，唔係神話呢？答：呢啲都會被證明。我覺得佢講得好虛喎，真係好虛。即係你嘅證明係證實咗定抑或證偽咗呢？如果係證偽嘅話，咁世界上所有嘅神話都間接係被證偽咗噶咯喎。咁如果證實咗嘅話，咁已經係完全可以顛覆咗而家嘅好多科學常識噶咯喎。提問者呢係有水平嘅，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佢答呢，答得好虛咯。如果你係唔清楚嘅，你咪選擇唔好答咯。但係你又要答喎，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題咧係可以完全唔需要相信。佢越講得虛咧，越講得神秘咧，就越唔需要去相信咯。我覺得係。好，第80題係好多人問嘅問題，唔知道係咪因為日本嘅資源匱乏啊，所以關於能源啊資源嘅問題咧會比較多人重視。我想知道自然資源或者能源問題。
答：能源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四季同埋四季尾景同2016年相差不多，但是2062年好多熱帶生物遷移到日本附近。第81題，政治有咩變化呢？你有咩建議呢？答：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多考慮改變全球化，政治只是微妙的變化。但係而家已經係 global village 噶咯喎，即係只要有網絡嘅話，全球化都係只有不斷地滲透，而冇得逆轉噶喎。我唔知佢嘅改變係改變方式啊，定話係改變咩方面呢？唔知呢。82題，未來還會開車嗎？會，但是形式不同。83題，AI 嘅發展程度如何呢？答：請記得，從你現在開始，會有令人難以相信的進步。其實而家真係已經感覺得到，真係。第84題，首先講84題，我真係覺得提問嘅人呢，好有水平，同埋感覺上佢嘅背景應該都係一種學識淵博嘅人。量子計算機將在未來何時在社會中投入實際使用？它將在醫學和通訊等領域發生重大變化嗎？答：2030年代，它解決了所有問題，但有一家公司將會壟斷一切，它成為一個大問題。好啦，我都期待下呢間公司係咩公司。第85題亦都係最後一題啦。虛擬遊戲未來是不是很流行？答：個人經驗不是很流行。難道它現在已經開發出來了？我唔知佢所講嘅虛擬遊戲同埋我所諗嘅虛擬遊戲係咪同一個意思咯？我所講即係我所認為嘅虛擬遊戲呢，並唔係話 VR 呢啲，而係完完全全就係元宇宙，即係真係。你嘅恐懼啊，你嘅疼痛啊，你都可以感覺得到嘅嗰種虛擬世界咯。當然啦，我覺得而家應該係未開發到出嚟嘅，因為暫時技術上係未 support 到，未研發得到。但係未來會唔會係研發得到呢？我覺得應該係會嘅。咁但係佢居然講話個人經驗唔係好流行，咁唔知係咪因為佢對於虛擬遊戲嘅定義同我認為嘅定義係有所區別呢？所以佢就話覺得唔係好流行呢。Anyway 啦，咁我都想知道大家對於虛擬遊戲嘅一個諗法係點樣咯。OK，咁以上呢就係2062關於預言嘅一啲比較精彩嘅部分啦，85條總共。我個人覺得呢就係KFK 呢就講得比較實啲咯，即係佢比 KFK 講得更加虛少少咯。不過除咗嗰3次日本地震之外啦，我覺得你齋吹嗰3次日本地震咧已經夠吹㗎啦。點解咁講？因為你即使你係地震學家，你都冇辦法100%去講得出邊一年邊一月去發生啲乜嘢嘢。當然啦，2062咧當時係講得比較隱晦啦，咩躲到山上去係咪先？咩大件事發生係咪先？但係你能夠講得出年同埋月咧，已經係非常巴閉嘅。總括嚟講咧，我就5分，我會俾3分咯。KFK 嘅話咧5分，我都會俾3.5分嘅。anyway 啦，唔知道你哋對於2062嘅預言係點樣睇法啦？如果有咩睇法嘅話咧，可以喺我嘅視頻下方度留言嘅。OK，咁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嘅視頻，不妨 subscribe、點個 like、comment and share 啦。我哋下個視頻見，see you。仲有，如果想聽無消音版嘅話，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 會員喎。